续来看中华县立园林病院，因为年年亏损，20多年前，县府裁撤了后，把这个土地兴予园林市公所，就安尼一直爬行到即卖，将做治安的死角。即卖县政府要甲拆掉，要用前瞻计划经费来起全国第一栋社会福利大楼，未来将会是地方的新光点。爬行20多栋的园林病院建筑拢旧啊。 这外墙嘛拢落落来，窗啊玻璃无一片是完整的，内面阿早佮乱，当地民众经过遮，拢会赶紧离开。咱还咧住遐住，咱安安心人喺底下咧困。我曾经听说，可能有些人会住在那，或是在那边做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。 园林病院伫1964年起的，因为逐档亏损，县府拆撤后，兴予园林市公所一直爬行到即马，内面已经拢生甲全草啊，当讲是治安的死角。不过即马县府要利用前瞻计划1亿2600万的经费，拆除病院，准备要登起综合社会福利大楼。 把卫生所、老人的日照，还有社会处这边的托婴中心，还有一些妇幼的服务，整合在一栋大楼里面哈。这还是希望它改变。对，改变我是还可以认同。这嘛是全国第一栋综合社福大楼，未来6层楼的建筑会规划卫生所、亲子馆、日照中心，过去的病院又是一遍，加做地方的新焦点。